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女偵探莎拉嘅頻道。有時候人最攰嘅唔係通宵返工，唔係搬屋，而係你心入面存在嘅唔肯定。當你懷疑另一半有嘢，但又冇證據；當你覺得合作夥伴唔對路，但又講唔出邊度有問題；當你等緊一個答案，但嗰個答案遲遲唔嚟，你個腦就會開始一場無聲嘅風暴。你不斷 replay 之前嘅畫面，諗翻佢講過嘅每一句說話，揾有冇破綻。你一時覺得佢係，一時又話唔會啩，可能我諗多咗。個心15、16，晚晚個腦海中無限 loop。你想專心做嘢，做唔到；你想 plan 下未來，plan 唔到，因為成個人嘅能量已經俾唔確定呢3個字偷走晒。其實真相可以係好醜。有時呢樣嘢反而係其次，最折磨人嘅係中間嗰段唔上唔落嘅狀態。所以我哋做調查最大嘅意義唔係要證明邊個錯，而係要幫你終止呢場腦風暴。結果出嚟證明清白，你唔使再估，可以安心返。就算證實咗有嘢係會唔開心嘅，當你喊完嬲完，至少知道自己企喺邊度，下一步點行。清晰本身就係一種解脫。如果你都俾唔確定折磨咗好耐，與其自己亂咁諗，不如揾個人幫你揾出答案。歡迎私信我哋傾下，所有對話絕對保密。